今日我就晨早出發去呢個深圳嘅會展中心參加1年1度嘅 Wine to Asia。我就年年都嚟嘅，今年已經係第3屆，即係嚟咗第3年㗎啦。今年就抱住一個學習嘅心態過嚟啦，因為呢，佢通常呢都好多大師班可以學習嘅。今年呢，多咗好多香港人過嚟參觀，哇！回想返第一年呢，真係得我哋幾個㗎咋。喺第一個大師班未開始之前，我就到咗啦，因為呢3位講者都好有份量嘅，佢哋就係講到喺中國裏邊釀酒嘅苦與樂。但係幾辛苦都好，佢哋都唔會放棄嘅，因為佢對葡萄酒有一定嘅熱情。跟住嘅大師班可以試到奧運，亦都可以試到呢支好出色嘅 Insignia。呢一位係中國嘅新星 Master of Wine Bill Liu。呢一位來自英國嘅大師，普通話仲叻過我啊！入門口呢一度有個 Prosecco 嘅區啦，專係試 Prosecco 嘅。個展館都好墟冚下，有中國區啦，跟住向前行，有其他嘅區啦。喺3號展館，其實往年呢，佢有3號同埋4號展館嘅，呢個係意大利區啦。美國嘅加州區啦，呢度隔離就係斯洛文尼亞啦，再往呢邊走，呢個都係意大利區。意大利今次呢係有份合作嘅。有西班牙區，有啲講座啊、大師班啊咁樣。跟住前面有個希臘區，呢個係香檳區。5月9日香檳日，呢一度尋日就係香檳區嚟嘅，今日已經變咗清酒區啦。亦都有芝士可以試下啦。睇嚟最熱鬧咧都係中國區呢度啊。常规的自家猪，这是过了12个月口。呢一支咧係雲南香格里拉嘅一個100% 赤霞珠 capsule 嚟嘅，2019，其實幾好飲㗎呢個，2000幾米，高度2000幾米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呢個係冰酒，
佢呢一個莊巴拉莊係主要都係產冰酒嘅。巴拉2000幾米雲南，咁所以咧佢係冰酒會比較出色啲。好，呢一支咧就叫不要井，即係井底之蛙咁解。而家喺 Sogo 嗰度賣緊298、299咁上下。咁咧就佢攞個獎嘅，係請介紹。在 AWSA SOM 的亞洲侍酒師中國跑腿大賽上獲得了金獎，然後在 SIWC 上海國際盲品大賽上也獲得了金獎。他前前後總共拿了6個金獎，有6個金獎啊 ！Sogo 有得賣。而呢一支咧就叫開雲。咩叫開雲咧？撥開雲霧見青天咁解。因為咧佢係2019年嘅 vintage， 但係去到2022年嘅時候咧，都覺得仲未係狀態啊。咁去到2023年尾嘅時候咧，莊主就覺得可以推出市場啦，係狀態啦。咁跟住咧就即刻拎咗個英國嘅 Merlot 嘅大獎，係現時嚟講唯一一個中國嘅酒莊攞嗰啲嘅大獎嘅，呢個叫開雲。呢一個係寧夏嘅莊，叫做拜夏，零售價1280，的確唔錯。100%嘅品麗珠，即係 Cab Franc。呢一支就係2019，呢一支就係2022。中國嘅寧夏嘅紅酒的確唔錯。呢一個系列咧係喺內蒙古嗰度嘅，有 Rosé 啦，同埋有Shiraz 嚟嘅呢支，龍呢支係有 Shiraz 嚟嘅。呢一支4股兩山啦，已經冇得買㗎啦，因為俾澳門永利咧全包咗喎。係全 capsule 嚟嘅，全赤霞珠嚟嘅，每年生產咧都有限量嘅。四川嘅4姑娘山，佢嘅海拔係2000幾米，但係咧4姑娘山咧係最高係6000米嘅。呢度有個真隱藏的珍寶，咁咧呢度有8瓶蒙瓶酒，要試下咧。要估下佢嘅產區啦，都係中國嘅。咁同埋咧，佢嗰個葡萄品種，我而家試緊第2支，我都估唔到。最後咧8支我都估到4支嘅，同埋咧佢送咗呢啲紀念品俾我啦，一個中國地圖啦，同埋一個佢開估呢8支嘅一個簿仔啦。謝謝你啊！呢幾支係銀色高地啦。其實我想講咧，就係咧，而家中國嘅葡萄酒咧係走入國際化㗎。你基本上咧，你試咧係唔知係中國做嘅，真係好好嘅而家。以前嘅中國酒咧有啲豆蔻味啊，有啲中國 style 嘅，而家咧全部抹走晒，冇晒。你好似試緊薄刀咁樣。今年咧係 Wine to Asia 嘅第3屆，我覺得咧係雖然佢由2個館縮到1個館，但係咧佢嗰個酒款係比較精啲嘅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中意我呢條片嘅，請俾個 like、訂閱我頻道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仔。如果想睇翻第1屆搞成點，可以撳右上面嗰條 link。我係 Y Sir，下次見，拜拜。